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初7，马太福音5章6节安尼讲：枵喙焦、心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。三个来祈祷，爱愿亲像枵喙焦的人，来欣慕你的义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公义的上帝，你是慈爱的天父。你的宝座设立在万有之上，你的名牵得万国万民的敬拜。主啊，感谢你无照阮的罪恶来宽待阮，反倒当用赦罪恩来充满阮的生命。主啊，愿感谢你赐下你的话，引带阮行义的路。主啊，你是活命的牛，是永活的水，只有你会通互阮得到饱。主啊，求你互阮较无行伫你的旨意，互阮的心单单归于你。主啊，愿要专心找求你的公义甲真理，因为你有应允讲，枵喙焦、心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